最近有個好深嘅體會咧，一代人有一代人嘅機會，捉住咗你就揾大錢，捉唔住你就俾時代淘汰。好似20年前買樓嗰啲咧，前幾年炒黃金，佢哋身價而家多咗幾多倍啊？大時代喺度大洗牌，唔可以跟住時代步伐嘅。咁以前揾得再多，而家都係揾唔到嘅。實體經濟確實真係唔掂嘅，公務員都發唔出獎金。深圳地鐵一年巨虧300幾億，佛山地鐵為咗慳錢，全線尾班車收咗半個鐘。地鐵一向黃金萬兩，嗰個暴力致富嘅時代早過咗啦。好多城市嘅地鐵建設而家俾中央叫停，地鐵都停工，咁你話仲有咩項目，仲有咩工程好做啊？係嘛？咁而家有咩好做，做咩好揾啊？係嘛？謎底咧就一直寫喺謎面上，咩機會擺喺面前咧，好多人就係視而不見。而家明明就係一個自媒體時代，奶茶店嗰啲招聘海報咧，從咩招店員變成一招短視頻運營，服裝店老闆娘日頭喺鋪頭賣衫，晚黑直播帶貨，一條爆款視頻賣咗300幾條裙係嘛？以前開實體店瞓住揾食嗰班老細，而家都跑晒上線直播間求關注啦。唔係錢難揾咗，而係揾錢嘅規則徹底改寫咗。咁你認為你揸錢嘅時候，人嘅廣東夫婦一年揾幾多？喺舊時代佢哋算老幾啊？喺實體大 boss，佢哋幫你打工啊，你都未必一定要佢。但係人哋就係食住自媒體嘅時代紅利，萬收入瞬間暴富，狠狠咁碾壓你哋呢班舊時代嘅老鬼。就算唔講發家致富啊，而家實體經濟上晒網上晒自媒體，冇啲自媒體技能嘅連打工嘅資格都冇啊！前幾日刷到一個60歲嘅老婆婆，退休之後咧學住拍啲中老年搭配視頻嘅，個仔淘汰俾佢部舊手機，喺小區嘅花園拍啲穿搭展示。喂，有啲視頻播放量居然10萬加，而且佢每朝開直播賣中老年服飾，估人哋而家一個月揾幾多？咁真係驚嚇親你啊！20萬啊，冇一個月低過20萬。老婆婆喺視頻裏面講佢話：我唔識啲咩算法，但我知道啲姊妹中意睇咩，係嘛？所以為乜呢2年我一直建議身邊啲親朋好友學下自媒體啦？你單純靠出賣勞力，靠辛苦揾食太難啦！你哋有冇睇到過一個小哥哥啊？人哋抖音用嗰個咩水果盲盒嘅玩法，3日賣咗2萬幾斤水果。一個汽修店嘅老細直播自己整車嘅過程，100萬關注。咩係自媒體時代啊？同你嘅年紀、同你嘅學歷、同你原本嘅社會身份1毫子關係都冇。自媒體係唔分年紀、唔分學歷、唔分起步基礎，就睇你跟唔跟得上。60歲嘅老婆婆月入20萬喎，咩概念啊？一個成手機有邋邋遢遢嘅汽修佬係嘛？100萬粉絲咩概念啊？自媒體缺嘅係有趣有用嘅內容，你可以提供咩價值有關？你原本係邊位毫無關係。你人云亦云咁評論自媒體都唔好做嘅時候，人哋已經做咗幾年啦，人家已經攞到大結果。你唔開始，永遠係唔會有結果。唔好講咩我做咗10幾年實體啊，真係唔識直播。唔好為自己嘅年紀去揾藉口，唔好成日話未準備好係嘛？你咪拍住10條20條視頻先咯，學下點剪片，學下後期點包裝係嘛？然後直接發佈試下水係嘛？睇睇數據點啊？冇錯，你嘅文案一定好垃圾啊！你嘅拍攝都應該幾垃圾，甚至對焦都蒙晒係嘛？你表演力嘅更加唔好講啦，生硬到咩咁，一睇就知有背緊稿啊！不過你真係可以放心，你唔會失禮啊，因為根本冇人睇到你，3幾百播放量，連最 friend 嘅朋友同事都刷你唔到啦。不過起碼你出發咗，意味住你已經懟冧咗99% 嘅人。任何時代，觀望者永遠都係讓路俾行動者。雖然目前嘅成果咧就唔係咁完美，但你已經完成咗出發呢個動作。通過一條又一條嘅視頻嘅數據反饋，你終於掌握咗平台嘅流量密碼。你嘅拍攝後期技術咧就越嚟越成熟，越嚟越專業，演繹亦越嚟越鬆弛，越嚟越有質感。終於必定有一條視頻大爆，從此開啟咗100萬博主嘅節奏。你睇下，從一個垃圾開始，一個又一個越嚟越，你逐漸就行入咗自媒體呢個大門啦。相比門外嘅看客，你對未來係咪更加自信，更加有掌控感呢？順豐嗰部即刻出發！